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那些眼睛未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
曾看过的事情，还有耳朵未曾听过的事，甚至心里还没有想过的事，上帝早已预备给那些爱他的百姓。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改变。上帝能够成就一切不可能的事情，亘古至今直到永远，他的大能永不变。亘古至今直到永远。咱要祈祷之前，咱先来用诗篇23篇来正做咱的学乐，从这个敬拜开始。然后我想要录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无欠亏之理行。下面咱们用诗篇29篇、13篇哈，咱来斗阵来读来。不过我受这答的时，上主啊，我对你祈祷，上帝啊，求你照你丰盛的慈爱，照你真实可靠的拯救来应我。下面咱要来做感恩家，真侪一礼拜，
感谢天父吼，因为咱的天父是创造宇宙大权能的主，咱阿来敬拜伊，是因为伊，互咱有即个稳定吼。咱本来咱拢是有罪的人，但是因为借着天父听，借着耶稣基督的牺牲，互咱的罪得到赦免，咱才通来到遮，三个来敬拜。咱来学了主，过来认咱家己的罪，三个祈祷。大权能够听，你听我，你是公义的主，佫是主爱的主。你爱阮，甲你三个天亲近。虽然阮是有罪的人，但是你因为听阮，你知阮的软正，找耶稣基督来牺牲，互阮通因为信你的恩典，做得到赦免，来到伫你的面前来敬拜你。只是我要佫一届来到你的面前，求主耶稣的保惠，加康阮，洗清阮的罪，无看阮的不义，乃是互阮勇敢无惊吓，来到主你的面前，向你献上阮的感谢甲敬拜。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免。过来，咱要来做医治甲祷放的祈祷，咱要求主耶稣进入咱的心，成做咱心生灵的主。咱若是身躯艰苦白疼的，看手伫你白疼的所在。但是心内有足白白的，求圣神伫咱的中间，医治咱的心，咱三个来祈祷。阮通用心灵真正的来敬拜主，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来要为着今仔日的主日礼拜来做守望的祈祷。咱首先要为着咱的牧者、中级的团队，甲这礼拜参与各项服侍的同工来做守望的祈祷。求主恩膏赐落属天的快乐光明，互所服侍的时间会当荣耀主，利益的人。上时，咱嘛因为南部咧欠水，感谢主顶礼拜安尼一阵的大雨，安尼互咱的即个水库得到水得到充足。但是呢，因为即个大风大雨呢，足侪所在嘛咧淹水求主保守，互大家家有家园拢会当平安。求主帮助咱本主日是环境主日，求主提醒咱做一个环境的管家，咱就应该爱注重永续而且互咱节能会当减碳，咱为着咱所徛起的即个环境，主互咱的即个地球，甲互咱即个美丽的宝岛咱爱疼惜伊，咱为着这来祈祷，互咱三个来祈祷。
用水的时、用电的时，我会当想到永续经营。我较济的地位来做管理者，我献上阮的基督感谢，来祈祷上主主耶稣的名，阿门。最后，咱要用主祷文三甲来祈祷。我伫你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式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亲像阮也赦免过阮的人，无顶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人，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着甲我同齐称耀化为大，咱着同齐高举伊的名。请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81首，主温柔仁爱声音，请起立来吟全首。请咱同心来祈祷，听阮、保护阮、帮助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的主，阮学乐你，因为你是创造的主，是宇宙世间万物，拢是按照主你会定着得运行的主。伫你的宝座前，阮要大声来学乐你的名，来称颂你的伟大甲奇妙，要来学乐你的信息、公义甲慈爱。也要来感谢你，听阮每一个世间人。你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降临伫世间，救赎阮，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阮感谢你，哈利路亚！主，阮也要感谢你，伫过去一礼拜久，赏赐阮日常所需要的信心、勇气甲智慧，互阮来赢过即个世界对阮的引诱。
甲这个坎正，也感谢你来顾守阮的家庭、工作，互阮有平安甲健康，也丰富了阮的每一个人的人生。阁有教业的林家清英来丰盛阮每一个人的日子。主，你遮尔爱阮，阮也爱你。主，阮要来敬畏你，阮意爱透过每日的灵修、读经、祈祷，甲你建立迄个水阁好的关系，互圣神来帮赞教示阮，通时常保持着细腻敬虔的心，行出好的见证来荣耀你。凡若阮有意无意所犯的过错，愿求你来赦免，也愿主你的光来照阮，指正阮的道路，显明阮的过犯，互阮做出也正做你荣耀的儿女，将对你承受来一切遮的丰丰富富、恩典甲祝福，化作别人的祝福甲帮赞来荣耀你。主，你的名是何等的荣美！阮的教会、甲咱教会也意爱要来荣耀你。意爱伫台湾、伫桃园，要来荣耀你，爱成做社区的帮赞甲扶持。过来伫这个暑假，有真济的事工要来推展，有活展的宣教月，阁有地选，阁有暑期儿童的夏令营，阁有领袖的高峰会，夏季的音乐营。主，阮将这事工甲计划，阮拢来交托互你，帮助阮，互阮所做，拢成做温暖的光。照伫桃园这个社区来彰显主你的名，但阮也将今日的敬拜甲服侍，甲每一位来到座前的兄弟的心，主阮拢要来献出互你。愿你将你爱对阮讲的、对阮的祝福、安慰、激励甲教示，圣灵来感动启示，但牧师透过但牧师的嘴对阮来启明，互听的、讲的拢得到好处，受造就。蒙阮的儿女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求主怜悯，听我祈祷。谢谢，请咱做伙来启用，伫圣诗后面启用文第40篇，就是以赛亚第6。我有看到主坐伫宝座，伫真悬的所在。伊的长袍垂落来，盖满圣殿。伫伊的周围有西拉兵天使徛伫树后，因彼此呼应，一声圣哉圣哉圣哉，万军的统帅上主，伊的荣光充满全地。门厅因为呼应的声震动。圣殿有烟满满，迄时我讲，我有知我袂忘人，因为我的喙唇无清气的人，踮伫喙唇无清气的子民中间，一声，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万军的统帅上主，有一个西拉弗天使陪我来我遮。伊的手用火气对天单顶硬热热的炭，将炭捂我的喙唇讲，这个有捂你的喙唇，你的罪过已经除去，你的罪恶有得到赦免。我阁听见主的声讲，我通找啥人？啥人要为着我去？一声，我就讲，我伫遮，请找我。要来请圣歌队来献诗，因今日要献的诗歌是感谢你赐我山国。
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卷3章第3到15节。列王记上卷3章3到15节。第3节，所罗门听上帝遵行伊的老爸大卫的命令，毋过还伫山头弹献祭烧香。所罗门王去基遍献祭。因为遐有上大的山头坛，伊伫坛顶献1000只精生做烧化祭。伫基遍有一暝，上主伫眠梦中对所罗门显现，上帝讲：“你爱我赐你啥物，通对我求？”所罗门应讲：“你捌施大恩互你的仆人，我的老爸大卫，因为伊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伫你的面前生活，你阁想使伊不便的听，就是想使伊一个囝坐伊的位，得亲像今仔日安尼。第7节，上主我的上帝，当你互你的仆人刷接我的老爸大卫做王，毋过我还少年，毋知着安怎治理国家。你的仆人住伫你所竞选的子民中间。遮的人民做到袂算哩，嘛算袂了。所以求你使你的仆人明辨的心，通判断是非治理你的子民。若毋是安尼，啥人会当治理你遮多的人民？主真欢喜。所罗门安尼求，上帝对伊讲：你既然安尼求，无为家己求当火寿，无求好业，嘛无求消灭你对敌的性命。只有求明辨的心，会晓分别是非公正治理。当我照你所求的互你，我想使你聪明智慧的心，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伫你的以后嘛无人会亲像你。你无求的，我嘛要互你，就是富足尊荣，互你伫世间的日子，无一个王会当甲你比。你若行我的道路。遵守我的规例甲诫命，学你的老爸大卫的所做，我就要互你当火寿。所罗门困醒，知是上主伫眠梦中对伊讲话，就去耶路撒冷，徛伫上主的约柜前，献烧化祭甲平安祭。
搁备办宴席，请伊的人神。以上，要来请本堂陈牧师来讲道，伊今日要讲的题目是蒙主欢喜的祈祷，蒙主欢喜的祈祷。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大家的带导。顶礼拜算顶礼拜牧师去越南6天，去和这个世界展望会去到伫越南的北部，到边界所在，去关心伫迄个所在乡村的需要。伫迄个所在嘛，看到亲像30年前，也是50年前的台湾，这个农村的社会，甲迄个人民伫迄个所在生活的辛苦。牧师有真侪遮的感动，嘛有真侪想要甲大家来分享。总是我都伫主日礼拜，所以来伫即个拜六的暗时的青年礼拜中间，牧师会特别用去即届去越南，甲世界展望会的即个行程，来做一个分享。也希望咱大家当继续来关心，伫即个世界上有真侪送香散车的所在，但是即个世界展望会。安怎样来照顾因的需要，来改变遮个家庭，甚至看到遮个细囝，看到遮个夫妻，伫即个共产党的国家内面，袂使炸圣经，袂使传福音，袂使有教会，但是永远会当做上帝的工啊！顶礼拜也非常感谢顺进长老，伫即个所在来代替牧师徛讲台大家感觉顺进长老讲了真好无？有咱嘛甲伊拍破，甲伊学了一个安尼牧师真放心以后会当出去考试嘛真感动就是牧师咧拿考试兄弟特别替我伫祈祷所以牧师顶礼拜早起的考试考了真顺但是呢，下晡考试可能大家较无祈祷的款下晡考试感觉那题目拢写袂了。牧师毋是食饱伤人是感觉讲伫你教会中间需要来提升家己管理的即个能力，所以就去报名即个管理硕士的学分班去学习即个财务管理甲行销管理总是真正比我想象的搁较无简单即个学问实在是真多总是我嘛感觉讲咱真正需要伫遮个专业的顶悬会当来看见上帝的带领总是也期待因为牧师还有期末考7月初5爱搁考试所以后礼拜甲7月5号牧师又爱搁去做最后2次的冲刺嘛，希望兄弟当继续替牧师来祈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主上帝，阮感谢你，赏赐台湾这块土地有雨水今日你也互阮有日头，互阮会当真方便，会当来敬拜上帝。总是阮也少年伫欠水的中间阮爱珍惜这个水的资源。今日也是总会所定的环境主日，也提醒阮每一个基督徒拢是爱做环境的管家，阮就爱有智慧，好好来治理。阮也感谢主，互阮会当伫主你所设立的迦南教会来敬拜来服侍，互阮参与伫教会服侍中间，互阮会当来回应主你的呼召，完成大改变甲大使命，会当听上帝，也会当来听人，也求主你继续来装备阮，互阮当真做主你所拣选的器具。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谢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今日要甲大家这个声音有点小声我听不太清楚今日要甲大家来分享是这个列王记。读这个列王记实在是简单也无简单，因为这列王记上下卷加起来，这个人的名可能超过1000个，遮侪人的名记载伫迄个所在总是要安怎样来。要安怎样？可能先把shotgun把它关掉。shotgun有关掉嘛？要安怎来明白这圣经的这人物？也是需要咱好好来学习的。好，谢谢。然后呢，那个冷气可以再开强一点。我觉得台上愈来愈热，唔知是我在紧张还是大家在紧张这个电风扇也把它打开我怕等一下大家都会弄会好顿顿安尼脑顿顿
咱读即个列王记，吼，上好的方法，吼，就是好好来认捌遮的人，好，来认识这些的人物。所以每一个人，吼，伊拢是立体的，吼，譬如讲到康文杰，你知影这是啥物人无？知，吼，因为你甲伊有接触，吼，但是你若甲伊无接触，吼，我讲康文杰，吼，反正你嘛毋知影讲伊是生做圆还是生做扁。但是咱需要来认捌圣经遮个人的人物，吼，就是需要用时间，吼，看对每一个人，吼，因的生命的故事来认捌。所以列王记，吼，上下卷，主要要互咱介绍熟悉北国有20个王，南国嘛有20个王。这40个王，因安怎有中间的8个1/5来得到上帝的欢喜，吼，成做上帝所喜爱的王。这是值得咱好好来思考甲学习的。伫列王记，吼，对6月到7月，吼，牧师嘛要紧中间的几个来甲咱分享祈祷的主题。今日要来分享的就是头一个所罗门王伊的祈祷。伊的祈祷真出名，就是伊祈祷了后，上帝无紧伊，上帝颠倒佫愈欢喜。伊求的，伊要求的，互伊；伊无求的安怎？上帝讲嘛拢互伊。哇，即种的祈祷实在是真熬。就是亲像你甲去买股票咧投资，你有买有趁钱，无买安怎嘛互你趁着钱，吼，即种诶遮尔啊厉害啊！所以伫列王记一开始，吼，咱有看到所罗门，吼，虽望伊本来无应该坐王位诶，但是上帝安排，互伊会当伫一天诶内面来接伊诶老爸来做王。凡是所罗门王拢袂赴准备，吼，而且迄阵伊还佫真少年。但是当伊坐王位了后，伊去献祭、去做礼拜、去敬拜上帝。伫敬拜上帝的迄暝，上帝伫梦的中间对伊显现讲：你爱我赐你什么，你会当对我求。就是亲像上帝互伊一张空白的支票。吼，咱伫台湾真罕得用支票啊。吼，但是你若开公司，吼，就用支票。若是有人互你一张支票是空白，请问你这支票你要写偌济？1亿有够无？有够无？你感觉有够，请举手。好，你无举手就感觉无够安尼吼。啊，1亿，吼，有个人讲哇，1亿我就不得了啊，吼，我就发达了。好，但是有个人感觉10亿，伊可能嘛无够。但是所罗门收到上帝一张空白的支票，即阵伊几岁呢？即阵，吼，咱若去查圣经来看，所罗门无超过20岁，上加只有20岁。可能甚至15、16岁嘛有可能。伫遮尔少年时阵，上帝要互伊一张空白的支票。若是互你一个20岁囝、查某囝，互伊一张空白支票，讲你爱啥物，拢互你，伊会甲你讨啥？哇，可能是超过咱所想象的。我记得伫我查某囝细汉时阵，我生日，伊要甲我庆祝，伊毋知要送我啥物啊。结果呢，伊就写一张纸条，写一张这个字条，写一张字纸，互我讲你爱啥物，你爱啥物。我想到这张的时阵，我嘛错一个，讲我爱啥物，我嘛毋捌想过。但是我真正讲我爱啥物，你敢有法度送互我？但是呢，迄张字条字纸呢，我到即马佫甲伊扣起来，就是讲伊有一种心意，伊毋知要送我啥物，但是伊会来甲你问，阿爸，你爱啥物？爱想要了解，想要知影。同款，咱在对待咱的天父上帝，咱的祈祷是爱咱照咱家己所爱，还是要照上帝所爱呢？这个20岁的所罗门，伊要开始做这个王位时阵，上帝互伊的祈祷，不仅毋但欢喜伊，甚至伊无求的上帝嘛拢赐互伊。伫这个第5节的进前，咱看出3点。为什么上帝对伊遮尔好？头一点就是所罗门疼上主，这是伫列王记上卷第3章第3节，迄个所在写，伊对上帝是讲正经的，真正疼上帝。回应申命记摩西所讲，你就爱尽心、尽性、尽力。这是嘛是咱今年1月所学习的，你就爱疼主你的上帝。第2点，咱佫继续看到所罗门除了疼上帝，嘛有安怎？遵行伊的老爸大笔的命令啊，所以伊有友好父母，有尊敬伊的老爸。
伊个老爸会惊踏，所罗门拢有看在眼内，甚至嘛继续咧遵行啊。虽望伊个老爸死啊，但是呢，伊继续会记得伊个老爸一切会惊踏甲做遮个作为啊。第三项呢，就是伊超越圣经做头一个对上帝大奉献的人。所罗门献1000只精星做烧化祭啊！我去找圣经，伫所罗门王进前，无人亲像伊遮尔大方，一届献1000只的牛啊！对摩西开始遮条例，一直到所罗门，无一个人亲像伊会当安尼大手骨遮尔粗，然后一届奉献1000只牛啊！你看这张图，这是 AI 画，但是一只牛要抬伊，简单啊无简单，无简单。啊，若要抬1000只咧，真正是抬到无路啊！对早时抬到暗时啊，可能规工诶，爱动用偌济个人才当来献遮个精神啊。但是因为所罗门听上帝，所罗门遵行伊个老爸命令，所罗门甘心乐意对上帝的奉献，迄暝。上帝就伫伊个梦的中间，甲伊显现，讲你爱我，属你什么？你通对我求。上帝这种的空白支票，真歹势。伫圣经中间无第二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但是所罗门这三个秘诀是咱会当来学习。咱的祈祷，若要得到上帝欢喜，其实咱就爱听上帝，爱遵行主的命令。我爱甘心乐意来奉献，所以请咱对牧师讲一解，爱听上帝，遵行伊的命令，甘心乐意的奉献。咱会当操练这三项，凡是咱的祈祷，每一天伫梦的中间，上帝嘛对你来显现，你爱什么，会当对我来求。但是所罗门伊把握即届的机会。伊的求，真正是超越上帝要互伊的。伊要求的上帝互伊，伊无求的上帝嘛，拢要互伊。这真正是有够高。所以咱就是无需要通过下面这3点，来看为什么所罗门伊安怎样祈祷，伊的祈祷通得到上主的欢喜。头一点，伊谦卑认捌家己的限制，请咱做讲一解。谦卑认捌家己的限制，咱做伙来读第7节到第8节。上主，我的上帝，当你互你的仆人煞食我的老爸大必做王，毋过我要少年，毋知着安怎治理国家。你的仆人住伫你所拣选的子民中间，这人民做到算袂得。嘛算袂了，伫好学本讲，我要少年讲，我要个囡仔，我要个囡仔。所罗门，伫咱来看20岁是毋是囡仔？你若顶头表示讲，你嘛有一个岁啊，看20岁嘛是囡仔。有一届我甲咱的教会一个会友讲，牧师即马50岁啊，结果伊笑出来，讲你50岁啊，敢囡仔咧，我想讲，我已经50岁遮老啊，你阁讲我囡仔，因为即个会友，伊嘛伫要90岁啊，所以看我嘛真正亲像囡仔共款。但是呢，所罗门，不管伊是20岁还是囡仔，但是伊即马雄雄要来接伊的老爸的位，伊有准备无准备，但是伊知影要坐即个位，简单也无简单，所以一定爱有上帝的帮助，所以伊知影家己的限制。伫昨个新闻，我相信嘛是真侪人拢会烦恼的，叫这拜一带咧等，咧带啥物？带讲咱咧台湾的股票、股市啊，要去用断头啊，有一寡人啊叫做4代同堂，捌听过无？就是呢用房贷、车贷、信用卡、个人借贷，合作社借钱喏。去买股票，这是5月29号，8天以前的新闻啊。讲全台湾超过31万人死头路，创啥？要去炒股票。伊讲我炒股票，我一个月赚的比我一年伫遐上班赚的搁较多啊。所以这专家就咧讲，这若4代同堂，伊甲因警告，讲可能呢，因会忝会去会
痛10年，痛10年。结果这个新闻才1礼拜外，拄多1礼拜拜5暗时台湾的股票3006点落3006点迄是暗时啊，拜透早就知影大家真正叫做拜一错咧等咱的限制，咱有知影咱有啥物款的限制无？咱想讲啊，咱若看到经济好，别人拢咧大趁钱，我嘛要对伊去大趁钱。好的老师带你上天堂，坏的老师安怎带你住套房？你若有套房，搁爱偷笑即摆毋知要去倒位？你若真正去借钱死头路，要来选股票，即届咧就互你学解一个忝甲忝头去。咱的人生爱知影咱的限制伫倒位。毋通看讲股票真好，股市真烧热，然后我就一世人拢稳啊。咱若有即种的想法，讲我稳啊，我知啊，我足安稳的时阵，凡事迄就是一个危机的开始。但是所罗门王伊毋是安尼想，伊毋是讲我即马坐着即个王位，我稳啊，妥当啊，无，伊是谦卑明白家己的限制。所以甲上帝讲，上帝啊，你的仆人伫你的子民的中间做甲算袂了，伊的老爸大卫捌一届要去算遮的人民，结果无算无代志，算落去去互上帝讲尻川，所以互即个土地得到饥荒甲瘟疫。所以所罗门伊嘛惊着，伊毋知讲伊的人民到底偌济，遮济人伊毋知偌济，亲像沙共款，安尼伊要安怎去管呢？第2项，所罗门要祈祷进前，伊求智慧，为着要辨别是非。请咱做伙讲一解：求智慧，为要辨别是非。咱求智慧，台湾人求智慧是安怎？为着要考试，要考状元，伊若囝咧要考试进前，就安怎？去拜拜，去烧香，去点灯，光明灯，互伊会当安尼，包肉粽、包粽，希望伊会当考试，足幸运的，乌白写嘛拢对安尼，但是平时不努力，临考试前才要抱佛脚，这毋是圣经的原则，毋是圣经的原则。所罗门伊要求即个智慧，毋是为着要考试。伊求即个智慧，是要做即项的代志。咱做伙来读第9节。所以求你使仆人，你通判断是非，治理你的子民。若毋是安尼，啥人会当治理你遮侪的人民？伊求即个智慧是要做啥物？治理上帝的子民。所以今日是环境主日，咱上帝嘛给到咱提醒，咱伫即个世界，伫即个环境的中间，咱拢是管家是管家，咱有责任就要来照顾即个环境。牧师在做咱家人教会牧师，一个足看袂惯势的，就是咱的会兄弟姊妹，也是来社区的兄弟姊妹中间，在等即个粪扫，等粪扫安怎无规矩，就是伊食便当。也是啉即个饮料，啉安怎无洗清气，内底粪粒，也是遮珍珠奶茶的珍珠，拢无甲摒清气，就直接安怎等入去粪扫桶，甚至呢，佫无做分类，所以牧师呢用足多的时间，要求咱的干事，爱去看监视器，到底是啥物人的，安那找着即个人，你就甲伊讲，讲已经甲你点名做记号啊，所以至少有3个人，去互点名做记号，然后。佮甲遮相片拢安怎翕落来，搭伫迄个粪扫间的外口，讲这是你制造的垃圾，已经拢去互人看到。但是毋是讲要甲你罚钱啦，嘛毋是要甲你处罚，是要甲咱提醒，咱拢是迦南教会的啥物家？头家吗？管家，甲你隔壁兄弟讲，咱拢是教会的管家。爱做伙来管理啊！上帝互咱做这个管理的工作，就是爱互咱会当来做好的遮个管家。所罗门伊要管的搁较侪啊，伊毋是甲管等即个粪扫若定，伊爱管遮个人民。遮个人民摩西迄个时代，就真侪遮个摇把吵的代志。伊若巴肚枵，伊会吵袂；伊若食饱会吵袂。
食饱嘛食饱伤淫啊，做一寡食饱伤淫的代志嘛，伫遐来翻，伫遐来插，所以枵嘛插，饱嘛插，所以叫做啥物？枵饱插，就是遮个人咧要管咧，真正互伊食饱嘛袂使，枵嘛袂使，拢有真侪出头的代志。但是所罗门伊求即个智慧，是为着要来明辨是非。伊亲像要做一个啥物呢？伊毋是做一个王，伊是要做一个法官，法官。那伫咱台湾的制度，即个法官要怎做一个法官？你就爱读即个法律系。法律系读毕业了后，你搁要经过考试，搁要经过训练，然后搁要经过遮个分阶的训练哦。所以加起来，你头一个阶段28个礼拜，第二个阶段64个礼拜，第三个阶段12个礼拜，安尼斗起来按2-3档以上，你才有一个资格，才咱开始来做遮个，不管是法警、书记，还是遮个检察官等等遮个工作，拢爱经过训练。但是你感觉遮个训练有够无？咱的法官的水准有够无？真侪人拢害头，咱即马拢甲咱的法官污名化，讲伊是啥物？对啊，大家拢一个印象。咱无去想着讲，咱的法官哪一个法官是公正清廉的包青天无呢？即马若讲着法官，拢讲恐龙，但是这对法官来讲有公平无？因遮尔辛苦，受遮济的训练，无你去做法官看卖啊，你去考法官看卖啊。迄毋是凊彩的人，都会当去做法官。但是即马做一个法官，去人讲恐龙，其实咱嘛也是爱对遮个法官来尊重，爱来甲因尊敬。但是即个法官，即马咱旧年的立法院通过国民法官法，就是若有即个刑事案件超过判10档以上的，甚至故意杀死人的遮个案件。遮个国民法官有6个，会当甲3个遮个正式的法官9个做伙来判决啦，做伙来判决。所以咱每一个人拢有机会，有可能有即个去做法官的即个经验，做即个法官的经验。但是所罗门王伊要做即个法官，伊的目的就是要来解决人民的问题。今日咱的司法院，咱的法院，立法院，遮个法务机关，是毋是要来解决人民的问题，还是要来制造人民的问题？这嘛是咱爱来思考的。如果咱所选出来立法委员，伊所通过遮个条例，毋是咧解决人民的问题，是咧制造人民的问题，安尼咱的人民嘛有责任，因为遮个立法委员。嘛是咱拢选出来，咱若有立志要去做法官的人，咱嘛爱思考讲，做一个法官爱有亲像所罗门的智慧，就是会当去辨别是非。特别咱的时代真侪假消息、假新闻 ，AI 的这个帮助来下面，声音可以变造，人脸可以变造，大项拢会当变造，真简单，真容易。咱更较需要有即个辨别是非的智慧，求上帝帮助咱。第3项，也是最后一项，咱看到所罗门伊的祈祷，祈祷了后得到上帝欢喜，就是伊第10节讲的。等所罗门安尼祈祷了后，圣经安怎讲？主真欢喜，所罗门安尼求。你有感觉你的祈祷了后，上帝就欢喜无？无，哪遮老实啦？安尼你甲上帝祈祷上好，莫祈祷啦。因为你无祈祷无代志。那你若祈祷了后，上帝无欢喜，安尼上好莫祈祷。咱的祈祷爱合适是讲，咱的祈祷了后，上帝真欢喜。这就是所罗门互咱所学习的。耶稣伫马太福音山上宝训第6章33节，安尼讲，咱做伙来读。着心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个物件就会拢煞互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这是一种的智慧。但咱照安尼来祈祷，上帝会欢喜无？上帝会欢喜啊！这有一张图，讲人生分做7个阶段。请问你伫倒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出世到6岁，第二个阶段6岁到22岁，第三个阶段18岁到25，过来25到35，35到30到35到55，最后一个阶段是55岁以上。请问咱伫第几个阶段？全部的人，大家拢伫知识的遐无啦，有一寡少年伫咱的中间。但是这张图呢，伊是要叫你做投资啦。你若出世就紧去买什么基金，你若读小学，读幼稚园，搁去买什么？所以甲伊分段，分做安尼，拢伫你少年时阵较早来投资啊。但是你感觉倒一个阶段上重要？拢足重要的，拢足重要的。但是我感觉才有搁欠一个，就是第8个阶段。这第8个阶段就是你过往了后，你的人生是什么？我感觉这是咱嘛爱思考的智慧。咱的人生每一个阶段拢真努力、真打拼、真认真。但是死以后，咱都不管伊啊！我死了就做我死啊！我不管我会变做什么款，伫这个世间去安怎少年？拢无咧甲伊准备，嘛无咧甲伊努力，安尼咱的人生就真拍算。咱的人生不管分做几个阶段，上主要就是等咱离开这个世间以后，咱的人生是虾米款的最后的结局。亲像马街，咱若讲到马街，咱袂去少年伊这个第1阶段、第3阶段、第8、第7阶段，咱的少年马街是第8个阶段，伊的一生结束了后，伊到底留落来虾米？所以咱买当安尼来想，如果我的人生要上去天堂，要见耶稣，安尼我今仔日就应该爱做虾米款的努力？做虾米款的努力？耶稣讲，多大心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就这的物拢要煞互恁。所以不管人生虾米阶段，咱要求的，就是爱求上帝主权实现，上帝的旨意会当来完成。所罗门王的祈祷，咱继续甲看。所罗门甲上帝祈祷了后，上帝真欢喜，伊安尼祈祷。上帝讲：你既然安尼求，无为家己求长岁寿，无求好业，嘛无求消灭你对敌的性命。所以上帝知影所罗门有需要长岁寿无？上帝知影。上帝知影所罗门需要金钱无？嘛知影。上帝知影所罗门伊有对敌甲伊威胁无？嘛知影，但是伊无求。你只有求啥物？明辨的心，会晓分别是非、公正、治理。你亲像要做一个法官的工课共款。12集咱做伙来读。但我照你所求的互你，我想使你聪明智慧的心。伫你以前，无人亲像你；伫你以后，嘛无人亲像上帝和所罗门，互伊照伊所爱，甲伊成全，是空前绝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段圣经就是今日早起咱读这个新安宫的圣经集啦，就是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的圣经，互咱看到所罗门伊的所求，伊所讨的。上帝予伊，但是后壁13集、14集讲伊无求的，上帝嘛予伊啊。13集你无求的，我嘛要予你，就是富足、尊严，予你伫世间的日子，无一个王会当甲你比。伊真正比这个川普更加厉害。那这个川普，互咱看到美国的总统，这样霸。所罗门呢，可能是川普的几百倍安尼，无一个王会当甲伊来比啊，会当甲伊来比。但是呢，14集上帝有一个但书，咱做伙来读14集。你若遵循，上帝给予一个但书，上帝要予伊智慧。
上帝要互伊辨别是非的心，上帝要互伊富足，互伊尊严，搁互伊无人甲伊比。即摆上帝要搁互伊14叫做啥物？长岁寿，长岁寿。你知影所罗门食到几岁？60。今日早起牧师有分享。所罗门只有食到60岁，你感觉济啊少？少。因为摩西讲，人的一生是几岁？70岁，伊连70岁拢无够。为什么？因为14在讲的代志，伊有去做无？伊做无够，做无够。直到上帝要互伊遮尔济，头前伊拢有，但是迄个长岁寿伊无得着。甚至我要去问，请问将来去天堂，你会看到阿伯来喊，你会看到摩西，你会看到大笔，请问你会看到所罗门无？唔知影，因为咱还未去过。但是，你若照圣经来看，凡是有可能你去到伫天堂的中间，你竟然看袂到所罗门。如果伊若要离开这个世间以前，伊无悔改，伊拜偶像，但是伊无悔改，伊若无等到上帝面头前，凡是伫天堂，你看袂到伊呢？一个写圣经的箴言。一个做这个代笔的囝，一个遮尔啊有上帝互伊的智慧，世间上界高的人，毋是高的人，上界高的人，空前绝后咧，聪明绝顶，伊是人类的天花板。比好野，有人比较好野无？无。比钱财，有人比较钱财无？伫所罗门的年代，文无算是啥物？你读这个列王记，银子不算什么，迄文落伫涂骹无人要捡的。伫所罗门的时阵，伊的建筑、伊的数学、伊的写的诗歌、伊的艺术，是登峰造极。也当讲是人类的天花板，比迄个爱因斯坦更高。但是遮尔高的人，如果袂当去到伫天堂，请问你要遮高无？咱嘛无需要遮尔熬，因为连天堂迄个长岁寿嘛无，永远的性命嘛无啊。所以今日所罗门这三项咱过来复习一项，过来复习一摆伊安怎祈祷了后得到上帝欢喜？头一点，咱做来读。第二，第三。咱若要祈祷了后，上帝足欢喜咱的祈祷，你就要对所罗门来学习咯。但是咱的祈祷常常是甲上帝讲：主啊，我需要什么？叫做我爱什么的祈祷？什么是我爱什么的祈祷？亲像圣诞节要到啊，要买一个圣诞的礼物，就写一个单啊，list，上帝，我要这项，要这项，要这项。细汉时我嘛安尼甲上帝祈祷，上帝啊，我希望新年新希望。结果就写一张偌长呢，因为阮兜咧做纸，这张纸呢，对顶悬到下骹，比人搁较悬。伫1月1号迄天，就写一张，一大堆。但是呢，咱的祈祷，若是咧亲像甲上帝讲，我要爱啥物，咱爱改变咱的祈祷。咱的祈祷嘛，毋是有拜有保庇啊。这个只要上帝啊，赐我食，赐我穿，赐我欠钱，毋免还。上帝啊，我有甲你拜哦，有拜着保庇哦。这礼拜教会来一对母子啊，这对母子呢要来教会讲要人爱需要人替伊赶鬼。为什么要替伊赶鬼呢？伊讲伊带伊的囝去庙内底拜拜，结果拜了后呢，求一个神明转去伊的厝的。迄个神明转去伊的厝了后呢，结果呢，互伊的囝呢附身，叫鬼附安尼。所以迄个神明来引导，甲伊乱啦。所以即摆不得了，就讲要来教会找耶稣，看耶稣会当来甲伊解救安尼无？咱的信仰，有时阵是有拜有保庇，但是咱嘛看到世间世俗的人，伊无认捌耶稣，即种的人有可怜无？真可怜，因为伊找无救主，找无上帝，咱就爱找用耶稣，甲伊介绍耶稣，
互伊知影耶稣是上大的王。搁一种咱的祈祷，是甲上帝祈祷了后，使我食，使我亲。我真正有食有亲的，甲上帝放袂记，叫做用完就丢啊。这倒一项是毋是咱的祈祷？如果咱的祈祷是甲上帝要讨这项、讨迄项，咱的祈祷是拄着困难的时阵才想着上帝，无拄着困难的时阵就无需要上帝。上帝你边仔休困一下，等我有需要的时阵你才来就好啊。甲上帝变做是阿拉丁神灯，咧噜落，上帝就走出来。是上帝你做了啊，我帮助我，安尼上帝你会当转去啊，即马无你的代志啊。这是毋是咱的祈祷？毋是，咱的祈祷是主爱什么，毋是我爱什么。14节，咱搁做伙来读一解。你若行我的道路，遵守我的规则甲诫命，学你的老爸大笔的所做。我要互你长岁寿，这个长岁寿包括是咱永远的活命。上帝要使人永生啊，永远的性命。咱要得到长岁寿，其实这秘诀嘛拢写伫14节。头一项叫做啥物？行主的道路。第二项呢，遵守主的话。第三项，诚做合主心意的人。大笔。这个人，伊的一生食到70岁，做王40冬。但是圣经历代志，甲伊一个 common， 叫做合主心意的人。伊嘛失败，伊嘛去奸淫别人的某，去害死别人的丈夫，伊嘛去互伊的囝来追杀。但是伊的一生，安尼起起落落，但是最后圣经甲一个 common 叫做合主心意的人，因为大笔的秘诀就是主爱什么，伊拢咧超找主所爱。所以扫罗王要杀伊的命，但是伊讲伊绝对毋敢下手去杀迄个受抹油的上帝，甲伊抹油的，因为伊拢用上帝做伊的出发点。望今日咱读到这段的圣经，听到这篇的信息，咱的祈祷爱改变。毋是甲上帝讲我爱什么，是甲上帝讲主啊，你爱什么？主爱什么？就是这三项：行伊的路，遵守伊的话，诚做合主心意的人。安尼每一摆你的祈祷了后，上帝拢会真欢喜。咱做伙来祈祷。亲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阮伫这个世间有真多的苦难。甚至明仔会安怎，阮嘛拢毋知。但是求主你，互阮有智慧，会当知影家己的限制，也互阮的智慧，是当解决人甲人中间的问题。亲像所罗门会当辨别是非，会当处理百姓中间的冲突甲遮的争论。阮今日伫即个社会中间，看见社会的混乱。看见国家的危机，也看见世界的动乱不安，总是主啊，求你互阮有这种的智慧，会当解决看见问题，也当来解决问题，会当来辨别是非，知影什么是上帝所爱，什么是上帝所无欢喜的。虽然阮无求长岁寿，阮也无求赚大钱，但是只要独独大心求上帝你的国。甲上帝你的义，阮无求的，阮嘛相信上帝你的供应。主啊，帮助阮逐天会当来听你的话，遵守你的道理，互阮的一生，不管是虾米款的阶段，最后阮的人生，能当成做一个合主心意的人。愿信心帮助阮，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来回应，来唱回应的诗，圣诗199首。主啊，啥人会通寄卡？请起立，请起立来吟全首。主啊，啥人会通寄卡？念伫你的福边，一大上帝你的心酸。啥人会通徛起？就是所行真正的人，所做耶
受。伊因目睭看见规律，尊重听主的言，拍手就作是手开开，也无变换摇动。伊温照人无畏理性，无想无路做歹，是好的人的主灵灵，因应天国主宰。请坐，这是咱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也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的火力，全力落引导之时，是给你的活动，一年的往里看你顾，我的主爱请起立。我的জীवन的火力，天主光看你旨意，我的在天地修属，让我眼里最基阮伫天顶的爸，感谢你的保守，阮平安过一礼拜。感谢你的赐福，互阮伫主里来到你的圣殿，亲近你，保罗你。即马，阮来到你的面头前，将阮的财能甲金钱奉献伫主的面前，求主感纳。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免。请坐。来，请第二个长老来报告。报告头先，咱先来欢迎今仔日头一届伫咱中间三角敬拜的朋友哈。这位是黄宜明弟兄哈，请问有伫咱中间无？好 ，OK， 好，来欢迎你。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哈。好，再见。好，那有一个那边迄个服饰的值日的那个执事会有一个小礼物给你哈，来这边。欢迎。好，那下面的报告要请牧师来做报告。这个麦克风，好，我继续来报告啊。好，咱伫教会去年有举办这个领袖高峰会，好，今年好第二届举办，好，咱报名费犹原是1700块啊。好，但是咱的会友哈，那全勤哈，会当退500块，好，所以剩12块哈。好，但是你若是伫6月30号进行报名，好，搁要送你200元的图书礼券啊，好，会当买册啊，伫迄个领袖高峰会2天的中间，好，所以就是剩1000块，1000块是8月15、8月22，好，对早时啊9点到暗时下晡的5点，好，安尼有4个半天啊，好，安尼1000块有俗无？
吼，但是重点毋是俗，吼，重点是遮个内容，吼，是真好，吼，是甲咱讲安怎做一个领导者，吼，所以欢迎咱兄弟姊妹，吼，会当来报名，会当邀请，吼，有咧上班的，吼，也是有咧做管理的，吼，遮个同事，吼，都当欢迎因来报名参加，吼，无限制基督徒。因为内底真侪讲师嘛，毋是基督徒，吼，但是咧甲咱讲安怎做一个 leader， 吼，安怎做一个服务的人。第二项的报告就是咱即礼拜拜三祈祷会，吼，是台语礼拜三区的遮个见证会啊，吼，所以有咱有台山区，吼，有遮个兄弟姊妹、兄姐，吼，要来分享见证，吼，啊，所以请咱兄弟姊妹踊跃来参与，吼，如果拜三若落大雨，无方便出门，吼，咱嘛当用线上来参加，吼，以及你若线上参加。伫咱的即个 LINE 的群组，你爱写一个祷告会出席啊，吼，爱出席，吼，安尼咱就会有一个记录，吼，知影讲，你有参与伫即个线上的聚会，吼，啊，主日礼拜嘛是共款。咱的台语朗读比赛吼，是伫8月初2，吼，对2岁到对会晓读台语到120岁、102岁啊，拢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啊。好，咱即个参加比赛吼，得到小礼物吼，啊，佮有遮个奖金的鼓励啊，到6月30号来查止啊。好，另外咱有即个音控训练，伫6月13吼，吼，咱即个教会音控，吼，咱除了即个礼拜堂，吼，佮有33号，吼，这音控咧真重要，因为即马吼。是用数位，较早拢用类别，即马即个电子的吼真无好调，吼啊真侪设定，吼看到迄个机器就灰落落，吼但是咱即摆吼有拄啊好，咱的教会附近有一个乐器行，吼即个头家吼伊会当来操作，吼咱即个 mixer， 吼因为咱过去甲咱买即套的即个机器的头家啊，伊即马无要来甲咱服务啊。好，所以咱即马拢爱家己处理家己摸，吼，啊，即马咱有找到一个合格 qualify 的讲师啊，好，所以伫来即个拜六6月13下晡，好，所以咱若是做音控的，好爱摸机器的，好，请你会当拨即个时间2点钟，好，做伙来参加。即礼拜拜三的松大讲座，好，是要讲咱的脂肪肝呐。好，所以是这个布桃的医生，哈，邱医师，哈，不是咱的邱医师，是布桃的邱医师，好，要来分享，好，对这个脂肪肝，好，要拿来保护咱的肝，啊，然后咱的这个儿童夏令营，好，顶礼拜报名57个哦，这礼拜报名59个，增加几个？2个哦，好，上少哦，好，所以请咱继续来鼓吹一个哈。2人同行9折优惠，好，所以2000块，好是1800块，好，希望咱的这个夏令营，去年80个，好，即马是59个，好，咱继续来努力，好，继续来招啊，好，够3礼拜，好，这个营会就要来开始啊，好，另外咱的上台的这个旅游呢，好，即马已经要第2台游览车，好，所以。咱要早鸟优惠哦，是5000块，好，会当新1000哦，新1000，好，所以不管咱是毋是上台学生，好，拢欢迎参加，好，要去到伫嘉义、台南、甲高雄，好，住3天2暝，好，啊，互你会当去参观即个南部公山教会，好，这是全台湾上年大学做了上好的教会，公山教会捌去过，请举手一个。吼，伊就伫迄个公山吼市内上闹热的所在，吼，因为场地非常的好，地点嘛真好，啊，教会佫占地真宽，吼，因为上台学生几个，咱教会松大学生有150个人啊，号称150个人，遐个松大学生是300个，吼，300个，吼，所以教会办了真成功啊，吼，所以欢迎咱吼会当来报名参加，好，来去看看这个南台湾好松联大学在曙光，后礼拜好，咱有这个志工的干部的会议啊，好，但是是2点半，好，因为咱头前有这个信徒讲座，所以伫咱的这个信徒讲座结束了后，好，咱要煞接好来开这个志工队干部会议，好，另外还有一个消息，好，咱今年的暑假营会足济啊，好，还有一个就是夏季音乐营，好，这是针对10岁到15岁这个同学，好，这个同学呢，好，咱有这个音乐营，好，是要学这个吉他、电吉他、爵士鼓，好，甲 keyboard，
这个现代乐器，所以这个老师呢，伊有把握，5天你拢袂险，第5天你会当上台来表演啊，你会当上台来表演，所以咱有25个名额，报名费，咱因为咱有得到补助啊，所以本来爱4000块，但是咱早鸟优惠2500块，2500块拄好是1天的学费，1天的学费尔，但是你会当上5天啊。所以咱若是有囡仔孙仔，是厝边隔壁，有几个名额，25个，爱把握机会来报名，是8月初3到8月初7。今日下晡咱有活动部2个会，且无氧部甲活动部的同工，阁有即个伫1点甲3点伫7楼的教室，请拨即个时间来参加。所以咱礼拜煞爱餐，咱会当留落来开会，讲到爱餐，真实的，咱的爱餐有时阵无够，大家就摇巴肚。剩顶礼拜爱餐，阁剩20个便当，无人领，所以咱就歹暗算的，如果你若无食到，请莫生气。毋是咱的同工的即个缘故，有时阵是牧师讲道讲伤久啊，你袂赴去食爱餐，但是你嘛无啥物损失啊，你若无损失，所以有食到就感谢主，无食到你当安怎食搁较好诶，你当犒赏自己，家己出去食搁较好诶安尼。咱伫遮来恭喜美英执事甲品玉姐妹啊，伫今年这个礼拜女子神学院毕业啊，有美英姐伫咱的中间啊，咱来拍破甲因恭喜啊！这女子神学院爱读几啊档才会当拿到这个毕业神学研究科甲圣经科的毕业证书。后礼拜咱有请玉山神学院的这个纪念主任。咱有请玉山神学院的教务长林昌华牧师，伊是成大历史系的老师啊，即马去到玉神的教册，伊是这个台湾历史的专家，特别伊的专长呢是伫这个荷兰人的这个年代400年前的台湾历史啊，所以伊这个捌到的物件足侪。咱要邀请伊伫礼拜煞以后，甲咱分享信徒讲座，因为伊爱个赶火车登去花莲啊，所以咱的时间提早半点钟，12点半，伫即个所在，伫即个49号礼拜，伫401教室，12点半就开始啊。咱若人数较侪咱就可能爱换场地啊，要换场地，所以请咱会当来把握这个机会，伊会留半点钟，互咱会当来甲伊开讲，甲问问题，所以后礼拜咱要请伊来讲教会历史，甲咱即马要安怎样继续来保存这历史非常的重要，所以请咱的核心同工兄弟姊妹当拨时间留落来参加后礼拜6月14。咱做伙来读今日的金句，箴言2章20节，这是所罗门伊所写的金句，咱做伙来读。安尼智慧啊，互你行好人的路，持守义人的道路。箴言2章20节，搁一解。安尼智慧会互你行好人的路，持守义人的道路。箴言2章20节。请咱做伙来吟上言的诗歌，圣诗387首，应光归圣父上帝。吟诗煞，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应光归圣父上帝，应光圣行圣诗三位一体。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感动充满甲恁尽大家三甲之地，互恁的祈祷有上帝所赏赐的智慧，会当知影家己的限制。会当来辨别是非，会当来相信上帝要供应，对即时到因世代无尽。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请坐。主，我心感谢，领受主丰盛恩典。我主是亲的祝福，完美是所的保护。有主所万回答，我心心康健康。主的眼目也改变，你只是你个人我。我尊有心命见证，但愿能为你上帝，平安就处在安乐。哈利路亚，哈利路咱彼此来请安，咱若要坐电梯的，请互咱的长辈，会当先来坐电梯，愿上帝祝咱大家平安。好。